已经中秋过啊，不过天气也是真热。所以讲，台南天高街的疫情犹原是压袂掉，已经超过11000例。在南区、北区、中西区甲安平区，阁愈来愈严重。疾管署副署长罗义军就表示，因会加强摒扫空地啊，甲无人住的厝。这较真正附近50公尺的徛街，嘛会分蠓仔水互因用。老街中西区路边所有土地趴荒，甚至内底有真大窟积水，同款的引起田高嘅继续团，也有空厝，空厝内底茶拢烧去，废弃物蹲加规世界。北怪中西区已经成做台南新的田高街的热区。中西区公所指出，因为这是旧城区，有侪空地甲空厝产权真复杂，目前因专门咧搬查，嘛积极协调处主出来摒扫环境。就很快的在1个礼拜之内就安排工程，现在要准备把里面会有疑虑的问题，把它清到零疑虑就对了，让登革热的相关的担心点完全降到0。防止塌陷的公务的话，我们会积极处理那个，请所有前人来出面来处理另外对那个黄偶巷黄偶巷的那个天沟是门前的天沟的话，也都是那个防疫重点。台南天高在较正数，表白刷原本因空东区甲南区拢有较稳定，不过南区、北区、中西区、及安平区这4个区无共颠倒酷酷增加。有诊所医生指出，天高街来看诊的人平因过加2成，互人点名的4个区域，毛利明伫水沟啊也严做封治。公所嘛调整做法，伫较近这附近50公尺的林街分蠓仔水。上架物件我会把这物件呢，大家里民拢共同来使用。咱伫水沟边啊，人会提灯因到水沟就甲当挂。这个台风来，雨季不要再继续，水不要再积，应该就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变数是在这个天气啊，天气如果下雨的话，大概登革热就很难控制下来。医生认为，要甲天高嘅疫情控制落来，主要也是甲环境摒扫好势较重要。目前政府嘛成立稽查大队，针对各开发案的工地，要加强稽查，要降低疫情扩散的风险。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